一隻簡直係驚豔啊！直接去飲酒已經得啦，我哋試下扮晒拎杯酒咁樣咩 ？Cheers！ 哇，好型啊！呢套真係可以就咁着翻工都得。如果你夠薑嘅話，我夠嘅，好正啊！呢個簡直係大王過嚟抓我啊！嗰啲 feel 啊，你睇下。而家今次呢個改良版咧，你見唔見到係有得調節，所以瘦人同埋肥人都可以着到。呢一條魔法帶咧，將你胸部所有嘅肉全部集中晒喺中間，非常之靚，係無鋼圈設計嘅。佢呢一個位置仲有一個溫感嘅，佢 warm up 咗之後咧，自己變咗色噶啦。今次個 Jelly Bar 真係非常之有驚喜啊！嗱，全部限量嘅。Hi， 大家好，我係 Aiko。今次咧，我請咗阿 C XL 呢個 model 咧，幫我示範 Jelly Bar 嘅。Hello，I see。嗱，Jelly Bar 今季出咗5個非常之靚嘅款式，所有嘅胸圍同埋內褲咧，建議大家3至6個月係要更換一次嘅，因為可以承托得靚啲，同埋我哋妹妹嗰啲菌都冇咁多噶。呢一隻叫做 Magic Bar， 大家都係非常之中意，集中嘅。呢一條魔法帶咧，將你胸部所有嘅肉全部集中晒喺中間，非常之靚，係無鋼圈設計嘅，所以咧，就算 XL 大 size 嘅 model 咧，佢着出嚟都係非常有承托力噶。今次咧做咗個粗帶嘅設計咧，將你嘅副乳咧全部收埋晒，完全見唔到個副乳噶。腰線呢個位收得非常之好，圍攬都可以唔見咗，同埋呢個邊咧係唔會反出嚟嘅。另外呢隻 Magic 咧，我哋會送多個延長扣俾你嘅，唔同身形嘅人都可以集中。哇，跟住出咗呢一款咧叫 Ice 冰涼感覺啦，好啱我哋夏天，尤其是我哋呢啲好大汗嘅女仔，用一個冰感嘅面料啦，墊咧係一體成型啦，同埋呢一個咧係非常之輕薄嘅。你見 model 着住，哇，幾貼服，幾舒服啊，都有 push up 嘅效果噶。呢個冰感咧，我覺得着出嚟咧，哇，好有婚紗嘅 feel， 勁貼啦，唔會黐住啲肉啦，仿手型咁幫你做翻一個承托，仲要中間係有粒鑽嘅，非常之靚。你望下佢個透氣度係極高嘅。哇！呢一隻係我哋經典熱賣款嘅 U Bar， 今次改良咗 Labubu 3.0 嘅漸變色啊！佢呢個咧仲有一個黃牌嘅承托，側邊嘅副乳啊，同埋側邊嘅肉咧，全部集中晒喺中間，無痕嘅設計嘅，所以就算你着件 T 恤落去咧，都唔怕現形。同埋呢一隻玫瑰粉非常之靚，佢今次做咗一個好靚嘅 waffle 咧，好小性感 feel 啊！跟住呢隻咧就係 X Bar 啦，第2受歡迎嘅啦，佢可以就咁做運動着又得啦，非常之舒服啦。佢呢一個位置仲有一個溫感嘅，佢 warm up 咗之後咧，自己變咗色噶啦，要用救星嚟嘅，佢連側邊嘅副乳全部包覆得好完美。XL size 嘅 model 咧，後邊咧會比較多肉噶，你睇下望下個背脊幾瘦，做咗一個加闊嘅設計，直接着出街做運動，着件外套都已經搞掂，收覆咗成個圍攬係唔見咗啊！着平時嗰啲包咧，好容易會跌出嚟噶。呢一個因為佢係交叉帶，你唔需要咧中間再加個扣，佢本身已經做咗一個交叉，你點樣喐點樣剩咧，佢都係唔會跌薄嘅。另外啦，model 咧着住呢個咧，可以直情出街做運動都仲得。呢隻深藍色個漸變做得非常之靚，着黑色嘅 legging 啦，再加件外套，哇，着住都唔會怕失禮，佢唔會太誇張，修飾到你個腹部啦，後邊咧好完美嘅 X 帶啦，咁你就做運動嘅時候點喐咧，你都唔怕會跌落嚟咯。舊版嘅 X Bar 咧係冇得調節嘅，而家今次呢個改良版咧，你見唔見到係有得調節，所以瘦人同埋肥人都可以着到。哇，呢一隻簡直係驚豔啊！直接去飲酒已經得啦，我哋試下扮晒拎杯酒咁樣咩？ Cheers！ 哇，好型啊！呢套真係可以就咁着翻工都得。如果你夠薑嘅話，我夠嘅，好特別 4-way 設計嚟嘅，晉級咗啦，做咗一個好平面嘅設計啦。你呢個位咧，啲肉全部包覆咗啦，仲要條帶係可以拆嘅，仲要係可以做垂帶啦，可以做交叉帶啦，亦都可以闊帶同幼帶都得嘅。第2位 model 示範啦，哇，好正啊！呢個簡直係大王過嚟抓我啊！嗰啲 feel 啊，你睇下。而家佢示範咧就係幼帶擺喺條頸度啦，咁你又唔怕跌啦，跟住有少少性感啦。好，即刻變身俾你睇下，仲有一個正嘢嘅。跟住而家呢個變身咗另一個 look 啦，哇！呢個 look 睇下幾性感。而家佢入邊咧就係着住 4-way 嘅，佢呢個山茶花設計咧就咁出街就已經得啦。呢個係吊帶嘅設計咧，完全係完美遮住到，就算露出嚟都覺得好靚。今次個 Jelly Bar 真係非常之有驚喜啊！嗱，全部限量嘅，快啲下單啦！